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和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那呢，咱就来开始。好，大家好，我是雪龙。大家好，阿迪。顶一集，安怎呢？顶一集是讲什么物件？哦，讲宜兰的故事，有一个大空袭，对，啊咧七个啊，喙齿真长，喙齿土长长，对无？所以咱啊咧千和小姐当然走入去缸的内底，就是过往啊，伫咧空袭当中来过往啊。是哩，即个真侪朋友伫听顶一集了，我一寡反应啦，是讲。即个对着说谎记做伙听故事吼，敢若足痛乐的吼，真侪所在写落痛啦吼，但是依然讲痛乐，讲啊真痛乐，迄个感觉真欢乐，真好耍的咧。我讲大家是毋是袂记得即个故事是一个时代悲剧的背景？这是一个人过往，一个甲爱情小可有关系，即个较伤心的故事，大家拢听个遮欢乐、遮快乐是安那？是安那哈，我嘛毋知。所以就即个可能是因为拄好你讲到较嗨，伤欢喜，生较较欢喜一煞。但是当然嘛不要紧啊，都对大家做好，大家做伙即个做伙耍啊咧。当然嘛有听有反映讲，敢若即个看电影的时阵。吼，比如讲我伫讲的故事，电影当伫咧放，即个电影院内底吼，即个坐伫你边仔的人吼，一直在讲，一直我甲你讲人咩安那吼，还是真的安尼吼，就当然嘛即款情形嘛真趣味啦。当然因为咱毋是看电影啦，所以袂要紧，我讲这嘛真好耍，就是较一个较深色的方式安尼。无共款啦，因为我都无讨好啊，买啊无剧本啊。所以反应拢是上自然、上真实的反应啦。无剧本啊。只是讲爱来。即个甲大家讲者，就是讲，虽然讲咱即个故事吼会甲做好了，讲到结束啦。毋过因为中可能咱会有当时有其他的访问啦，是有啥物其他的物件，毋是讲一定会连续全部放了，毋是一个逐礼拜都全部拢是放共一个物件安尼，嘛是互大家知影一个安尼。插播的其他有当时会插播其他的即个节目内容，嘛是共款拢会足精彩，拢会足好耍的啦。所以希望大家拢共款的即个按时收听，按时，嘛互咱一寡反应，一寡回应安尼。咱顶边有讲到要感谢一个人的老话吼，就即个切啦黑切啦，即位即个咱的听友，咱顶一集就讲到即个老话以外咧，其实嘛讲，因为咱即个嫁父的一寡名，我甲小可甲改一下，可能就有一寡朋友走去看啦。咱即位老话的即位即个好朋友吼，好听友，之前嘛捌老话过好朋友。实在是真大办出手，真大方所以就甲咱赞助，佮走去看了后，佮顺手真正甲咱赞助还佮是真多谢，佮是即个大金大金的意思咧，当然目前讲就是讲即个数字小可会惊，互我惊一条啦当然希望大家是心有余力毋通讲造成家己的困扰，就无好，毋通有压力啦，毋通造成家己的压力。真正很有毅力，甲来即个赞助支持是不要紧。其实大金过去的讲法是即个大张的金纸啦，在日本时代代志顶都有记载，就是大张的金纸说咱常常讲嫁父添油香嘛，所以买金纸差不多意思啦。所以大金是咱我讲话真适合使用啦。当然你若无看过迄个赞助方案的名，嘛毋是方案啊，无共款的赞助的名，你会使去看无讲大家一定爱去赞助，只是讲迄个名真趣味啦，大家若有兴趣会使去看一下。真多谢哦。因为咱即集的即个时间可能会较无够用，因为如果无小心写伤长，我昨昏去即个台北做访问的时阵咧，迄天也是昨昏早起我写稿，写咱的今日录音稿，我写到半暝3，毋是半暝，写到3点。无啥正常哦。无小心就愈写愈济，愈写愈济，补充即个量较伤济，无法度，因为有真侪物件，希望讲大家有即个背景。分享啦。有即个背景，知影讲即个趣味的所在伫倒位，其实真侪
背后的这个知識，其實是背後的物件，咱愛知影啦。所以就會較雜念一絲。但我相信你若有啥一擺反正你即個佇上班的途中，無一定一擺聽會了。咱攏講話較長嘛，咱甲即個刺牙共款字較長啦，較長字啦。所以就南部人講較長字啦。咱就即個有當話較濟，你會使分段聽。無共款的時間，尤其是若較有時間即個。好好聽的時陣，因為有當時咱會參真濟即個音效啦，或者是真濟較幼路的物件，有當時你確實是需要，有當時確實是需要較恬靜的時間，較恬靜的小可留一撮注意力，注意力佇咧即個你的耳孔會較知影內底真濟較幼路的所在。所以你若是需要只是有人陪伴的聲，有人一直講話開講，當然嘛無問題。就每一個人的即個。需要無共款，就是安尼。好啦，咱先來講故事本身。記你講咱頂一回講到搭，就是講到即個你對無錯，規章好好啦，就是你本人嘛。咱講主角是你，就是所有咱的聽友個故事嘛是共款。大家攏是主角。是你來到即個宜蘭車頭的對面。去撞到迄位身懸超過3米，吐出一條長長的字。一般人若是看到伊，表示你人已經死，因為伊正是謝必安謝將軍別無常人稱七爺。伊含即個范將軍范無救范無常人稱八爺。這兩位算講是即個台灣民間上出名的國民男神啦。毋是男神這無共款。有誒是講國門神呢？伊毋是門神啦，伊無算門神男神呢是講真無大段無正經行為去機智的較搖擺，電風神的感覺。若這兩位是國民男神男神確實嘛是男神無毋對嘛。查甫神也就是男性的神明啦。打網絡啦、媒體啦，定定攏愛甲一寡人做啥物男神、啥物女神、女神，看你用啥物腔，拜託一個，莫安尼卡袂着，就要甲人講做神啦。這才是正港正版的男神，這兩位正港是男神啊，國民男神，大家攏熟悉的。對啦，曾經嘛人攏講什麼國民爸爸的意思，啥物攏國民，啥物攏國民，到底是像個老爸啦，大家的。爸爸，好來講轉來七爺啦這個七爺的交代啦，講78年前，也就是1945年，昭和20年的5月31號，在宜蘭的舊城區碰到美軍的空襲，一名號做千號7日的查某囡仔咧，在迄當年20長青春，20歲時陣死佇咧空襲當中。本地人死，魂就應該付陰屍。想知即念傷深，毋願去，趁着七爺八爺無注意，煞來逃走，毋知走倒位。受到七爺的委託咧，愛你去找找。頭一個線索就是解屍謎，咱解出思念2字，對吧？解出思念2字是謎底。七爺講伊感應到當即個釋地紀念館，即個千號死前捌去過，所以咱就繼續對後尾，咱就是對着即個七爺迄時陣講，我敢若有感應到伊在生的時陣，特別死之前咧，伊捌去過即個搭叫做釋地紀念館的所在。釋地紀念館其實離宜蘭車頭無介遠縣治設置紀念館，治理的治，地理統治的地，釋地紀念館。當然你讀做伙你嘛使用變調，就是釋地紀念館啊。當然我希望互大家了解這釋地，所以我聽講釋地紀念館。你若行路大約差不多10分鐘。嘛無介遠啦，無遠當然嘛愛看隨人行路速度啦。當然咯，路開個，像我腳長，行路夠緊，反正我7-8分鐘就到。對。若是腳較無遐發展的，你就掠這15分鐘啊，15分鐘久會較保險啦。看隨人腳的發展的程度啦。有會行緊，有會行慢。是。不管如何，你行到了釋地紀念館了，釋地就是釋官署來治理的意思，官署。就是官員有即個官廳呢。當然，你若是以咱河洛人的角度來看啦，自1812年，也就是嘉慶17年，佇咧遮釋柑仔蘭廳，到今大約也是200多年。
但是咧，这个设置纪念馆是无遐久的历史啦，吼，伊是日本时代头一任的宜兰厅的厅长，吼，汉字叫做西乡菊次郎，吼，这是正式有汉字名的啦，就是伊是日本时代头一任的宜兰厅厅长，啊，那日本的发音或者这个西郷菊次郎，吼，就是西乡菊次郎，那华语念做西乡菊次郎，吼，咱为着方便咧，咱就叫伊西郷桑，吼，西乡啦，吼，西郷桑安尼较方便。菊次郎，菊花迄个菊，菊次郎，菊次郎就是菊次郎啦，吼，西郷菊次郎，啊，咱当然就是用西郷桑就好啊，啊，这个设置纪念馆当初时咧是由伊吼来筹备建设的。这间厝体内的外形就是叫做河洋半参的这个建筑形式。那华语是讲河洋混合式建筑，不过我感觉河洋混合式就是河就是日本，洋就西洋啦，就是讲这是这个日本甲西洋的合作伙的方式。不过我感觉讲台语内底我会甲用河洋半参会搁较水气，可咱照念讲河洋混合式建筑，我讲无水，反正毋是台语开的物件，混合足奇怪，无好听哦。所以我讲用河洋半参，我感觉较水气一煞。什么是河洋半参？咱你问这个问题是融合日本的插厝的风格，日本拢是插厝嘛，木头房子插厝哈。木材做的啦，主要都是木材做的吼。这个西洋的古典建筑的形式嘛，放做伙这个厝体夹做伙就对啊。这个设置纪念馆上水的就是伊的这个高山水，日本式的园仔，园仔是咱讲啦，园仔嘛会使庭园啦。高山水就是枯山水，就是伊用这个敢若水流的方式，但伊毋是真正水去做，真个细粒石头啦啥去摆出来，真水安尼。门骹口的这款空地啊，你嘛会使讲叫做顶斗、亭斗或者陈斗，台字顶是写做家庭的庭，顶斗迄个顶是写家庭的庭，嘿。若教典呢，教育部这个教典是写大朝廷的廷，我紧来拢会使。这两个是因经无共字，但是讲法共款，是讲顶斗，就是咱厝骹头前的这个空地啊，安尼啦，吼。以前拢讲朝廷。迄嘛是朝廷的意思。这个西国上吼起这间当然毋是为着要做什么纪念馆啦，无代表什么纪念啥吼。伊咧是为着要做这个宜兰厅厅长的这个官邸啦，吼官舍，官邸官舍拢会使吼。也就是讲，迄当时伊本人要带啦，因为是厅长嘛。伊这个上大的官要带，就是伊家己起啦，较紧吼，较舒适，较符合伊需要。家己要带当然要起有水哦。咱拄则有讲，伊是头一任宜兰厅的厅长。其实日本时代有做过几落遍的这个行政区位的这个调整，因的拄头仔来是延续清朝时期的区位，台北府甲改名叫做台北关。台北关咱知影讲过去新北市或者台北关对无？是咯。不过这个台北关甲过去迄个无共款咯，毋是单或者新北市的迄个范围尔。伊包含着咱的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桃园桃园市、宜兰关、新竹市、新竹关。规个北台湾呐，就是讲台湾北部全部拢属于台北关，范围足大的。咱知影讲目前的行政区嘛，这个情形就是讲，你若人愈少，迄个土地范围就做愈大。比如讲以宜兰来举例，南澳、大同、三星，什么的范围就足大。你若看地图啊，摕出来，土地就足大片的吼。你若像宜兰啊、罗东啊，就细细啊，这就是人口较济，因的规划方式都无共款安尼。就是安尼。那1896年也就是台湾和清帝国、清朝帝国咧挂娘和日本的第二档。1895年就是这个挂娘嘛，1896年是第二档。明治29年，迄年是明治29年，初步是甲宜兰设置成这个。那因为你虽然范围遮大，你每一个所在嘛是要做一寡管理嘛，嘛是有加一站的这个管理的方式。是哦。迄时就设置说台北关的宜兰支厅。过到迄个管辖之地。是宜兰支厅，就敢大公司嘛有分公司了，感觉的吼。分公司啊，子公司。搁过一年，1897年，明治30年，宜兰支厅咧为台北关独立出来啊。正式变成宜兰厅，就较大就对啊，这个地位较悬一丝啦。盖地位啊啦，地位较悬一丝啊。这个西国上咧，就是成立了变成宜兰厅了的头一任的厅长。
真大咧。其实这个西国省吼，咱讲西乡啦，西国省这个老爸吼，做西乡隆盛，西乡隆盛，西国塔卡莫里，西国塔卡莫里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咯。因老爸比佫较有名。是哦。但是因为甲故事较无牵连，咱遮都无过延伸落，无讲袂了。跳过哈。好，大家知影一个吼，讲这人本身因家族啊，都是真有名的家族啊啦。吼，咱讲1897年，西国省咧，直接起这个官邸了后咧，事实上起码10档才起好。哦，真功夫哦！为着给你要大屋啊，真功夫安尼吼。伊是1906年才完工的。这间厝其实经历过几落任的这个厅长，后来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后，就战后伊佫继续当做这个馆长，变成这个国民党政府时期馆长的官邸使用。话馆长大，嘿，是吼，前后加起来差不多20外人的人住伫遐，长官真精彩呢。因为愈用自然就会愈旧，用旧总是安尼，厝嘛是共款，物件嘛是共款，车嘛是共款吼。佮后来就变成历史建筑，你超过几十档了，就变成历史建筑啦。经过遐侪任动的嘛，是内底会做一寡内部的调整啦，重新请假啦，一直到1997年的年底，宜兰县政府咧，打就刷到打即个瓦近南洋溪所在刷位啊，规个县政府拢刷位了后咧，经过真侪即个专业的人士来甲复原内底甲整修嘛旧啊嘛，无啥会大人啊，了后咧甲改做设置纪念馆，就是安尼来嘿。1997年了后的代志，伫内底咧，大家就使看到200多年来宜兰的历史变化，包含咱捌做过即个柑仔兰。感觉咱听的通盘，宜兰的三大脑，咱捌讲过吼，三大脑的三大脑，就是即个当初是迄三个通盘啦。宜兰感觉咱听拄见听的时阵，迄三人的通盘。当然，其中上有名的，就是即个四界拍走的杨定律。你会记你的名吼，一直出现无？你有知讲伊对宜兰影响偌大？卡袂着，等于会讲着伊，毋是超工要讲嘛，讲着伊咧。杨定律，伊捌伫咧记，咱都捌做过伊伫宜兰的故事嘛，做3集安尼。好了，讲到咧宜兰厅本身吼，咱头前有讲啦，日本时代吼行政区划啦，做过真侪即个真侪届的调整。那么一大堆什么办务署啦，后来佫改做出张所啦，吼，出张所大家较知影啦，吼，办务署是办务署，事务的即个事务所的意思。那么全台湾是3关4厅都开始，因为你讲台北县就大嘛，吼，北中南就3关就结束啊，吼，3关4厅，又佫改成全台湾拢总20厅，拢有厅。20厅有厅无够就无效，一直到大正9年，也就是1920年的时阵，宜兰厅又佫废除啊，又佫改啊。为自本咱是即个台北厅，佫有桃园厅的即个三角应支厅，甲合做台北州。自本宜兰厅的即个范围，靠伫即个东北角迄个所在以外咧，就拆成三个郡，即时阵出现就是郡，就是宜兰郡、罗东郡、甲苏澳郡。咱分就是溪南吼，溪北啦，就是南洋溪以北全部拢属于宜兰郡。头城嘛是宜兰郡，总围嘛是宜兰郡，大溪嘛是宜兰郡，宜兰市当然嘛是宜兰郡。溪南就分2大地啦，因为咱知影讲若较往南边，宜兰较往南边像南澳啦，这几地所在拢较范围较大，所以迄属于苏澳郡。若较东山啦、罗东啦这边5个啦，属于即个罗东郡，3个郡就对啊。咱等有大概一撮概念嘛，就会使吼。这代志咧，甲咱找找即个古城的幽魂千和七之路有啥物关系咧？名啊，看遮。当你坐伫咧设置纪念馆的银钱卡就是屋檐头前，银钱卡屋檐下，其实嘛是有圆廊的意思，日本就做苏多高话，人讲走廊吼，一个长的所在，互你会使坐伫遐看风景。你长伫咧坐伫遐看遐光景哪伫咧想的时阵呢，就敢若倒位敢若传来阵无正清楚的哭声，这厉害哦！迄是一个查甫人的声，你直觉就知影讲，迄应当毋是活人的声哦。去用附身呢？你有听到啦？毋是附身，咱就敢若有听到即个声，只是讲你感觉讲，可能毋是活人的声，怪安尼呢？表示讲即个人恐惊是
甲你有即个找前后即件代志有牵连，因为你过去无阴阳眼嘛，你嘛捌看过啥物有诶无诶物件，即时阵开始会听到一寡奇怪诶声，看到一寡奇怪诶代志，表示讲一定是甲你即个任务有一寡关系，即个牵连，才有即个因缘啦，才会互你去甲看到嘛，你顺即个声道啊行过去，行往一个壁角，愈行迄个哭声就愈清楚，嘿。毋知伫当时你诶分数边雄雄出现一个人，原来就是即个人伫遐啼啼哭哭，搁伫遐细细念。即个人咧是家己跪伫咧涂骹遐吼，伫咧哭。哭伫遐就对啦。嘿，敢若嘛无要插人诶款，无要插你安尼。你趁机会详细甲伊自头至尾甲看一遍啦。即个人心情西装洗一个油头啦，都叫做海角啦。你看你讲做啥？海角啦头。因做海角啦。海角啦头，有迄落安尼洗者，伊只查甫人嘛，洗油啊，油半足济，伊才讲过滴油安尼。我毋捌听过即个词诶，海角啦，大家趁即个机会学着即个词，油头就是即个有一，应该是。毋知为倒遐来，油头粉面你毋知听讲，伊就这查甫洗者，迄个头油安尼，油半足做安尼。咱听用若知影即个发音有听过，也是讲有像即个无共款的头鬃的即个造型，要甲咱分享会使来老话甲咱讲啦吼。伊洗一个即个头，你讲海角仔头嘛吼，人中的所在佫两撇喙鬚，看会出来讲。伊只像国父安两撇。孙中山应该是中一撇，毋是？两撇吧。我袂记哩安尼，我对伊的即个造型，我对伊造型较无兴趣。就是看会出来讲，即个人应该是有一寡地位嘛应该是一个官员啦，穿甲穿衫穿甲遮好安尼。只是当安尼哭甲目屎流，目屎滴有够失气的啦，较失气一寡。只是你会注意到讲，伊的骹边有几张皮纸甲一个皮落啊，咱遮讲皮，一般所在讲批，就信件啦即个皮纸甲皮落皮纸顶管写啥物看袂清楚，但是迄个皮落咧顶管有看出来有写，即个你若用汉字眼、华语眼读叫做林部胜平就是即个林部胜平啦就是后壁佫加一个，因为是用日语写咧，其实叫做阿亚贝新别萨玛，新别萨玛就是讲，阿亚贝新别萨玛即个人萨玛是尊称，所以表示讲即个人叫做阿亚贝新别。就是伊即个日本人啦，表示讲是一个日本人。汉字就我当讲诶，叫做林部胜平林是零落丢单诶零。无好写啦部是部分诶部。即个心是谨慎诶心。若互我遮歹念。平就是平和诶平所以你遮为着方便咧，咱家己叫做阿亚贝桑就好啊。伊诶姓啦，咱就尽量用伊家本身诶姓来甲称呼阿亚贝桑。即个阿亚贝桑是啥人咧？真正咱啥人拄则一直伫头前介绍宜兰的即个区诶变化咱真正讲到宜兰伫咧1920年，宜兰听废除，宜兰溪北全部划入去宜兰郡。即个阿亚贝桑就是宜兰郡上尾任的郡守郡守的就是迄个宜兰郡的首长啦，当时上大的就对啊。即个郡上大的做官就对啦。伊就是上落尾任的最后一任是过来到。即个台湾都无属于日本啊嘛，你去落来就听看卖伊到底是咧讲啥？原来伊是咧讲天皇様，宜蘭郡就佇我的任內失落啊！身為宜蘭最後一任郡守，我心中的痛苦是無地講的。但是若對應着大日本帝國、大日本帝國嘅命運，我的痛、我的痛苦根本就無算啥。即聲是變啊創遮好咧，伊親像敢若個好親像沉水佇伊家己當年日本戰敗迄個天皇玉音當中啦，敢若酒醉迄型，心情無介好啦天皇玉音就是咱之前捌講過，日本戰敗的時，天皇透過電台放送這是大家頭一遍聽到天皇的聲宣讀承認戰敗的即個將戰詔書。總長到4分37秒，真好聽呢。打咧佇日本宮內聽的即個網站，我佫聽會到當初是收錄音的就是互即個天皇承認即個戰敗即個詔書佇咧放送的即個內容。承認失敗。即無到5分鐘的放送
互伊我要80担甲担，即个阿也未送，已经经过我要80担甲担，脱袂出即个质量啦，所以搁伫食嘛，迄个怨念无散去，搁伫咧食吼，即个即所在。毋过咧任务总是嘛爱完成嘛，吼，所以你就只好鼻仔摸咧啦，你去甲问看觅，看讲知影即个七日的前后的下落无吼？叫规半步啦，伊总算请即个丫头甲你看一下吼，你赶紧甲问起即个前后的代志。讲大概什么代志，什么情形？你有看无？伊敢若听讲有捌来过食一个查某囡仔，大概生到什么形吼？即个也要送就甲因讲，打咧，送七日了，我是无熟悉啦。毋过伫迄场大空袭的前几工我确实是有注意到一个匆匆忙忙的查某囡仔，有几落工定定经过遮，空袭的前一工伊又搁路过。我特别去甲注意一下，所看到讲伊有一张像册页的物件落去，到尾附近的遮个囡仔真贱啦，顶悬遮个字甲伊掠做一块一块，又搁迄伫咧涂骹。我经过甲看，有看出几个字啦，总是哎呀死呢！你感觉敢若倒位怪怪？你讲啥？什么字？我会记得有即个溪水的水字，结霜的霜字。露水的露字，白色的白，因为的为，自在的在，称谓的谓，派出所的所，嘛有2字的哦。我会记得搁有一方，一个方用迄个一方，搁有2字，较少看到啦。我印象中，即个应该念作剑家，安尼啦。我伫咧怀念阮大日本帝国、大日本帝国的英公甲天皇什么。你研究一下，若是你有法度找出这到底倒位怪怪，你才来甲我讲。无你较我会阁想起啥物？你无用做你啦，我要继续来感慨阮的天皇什么，天皇什么。这个时阵呢，你雄雄听到一声足轻的这个查某囡仔声，敢若听到伊讲失去了才知重要，或者敢若即句话尔。当了个你想讲，即句话到底是谁讲的呢？毋知影是谁。就我想要听较详细，就听无啥物声，就敢若呢。所以咱刚刚知影讲，最后加了一句失去了才知重要吼。所以咱先来整理一下，我知影讲，大家都开始听到即个哎呀，袂上讲遐济字吼嘛，不一定无可能会记哩吼。咱先来讲一下吼，来即个头拄伊兰军咧上尾一任军首哎呀袂上，伊讲即个看到伊当讲啥物代志，讲前后其实就失落一张纸，纸顶悬的字无互人掠下的部分看起来敢若怪怪，机关人伫咧仓库，其中比如因果被底藏伫咧字纸，挺好你来解破吼，所以咱就爱复习一下。拄正即几个字，有兴趣解密的朋友会使提笔，或用手机甲记录落来。你若变大啦，有一寡即个 podcast 软体顶我嘛看到封面图，我嘛会看到咧封面图，或者是咧伫咱的即个 Facebook 啦、Instagram 顶悬，你也看会到，是嘛拢找有吼。咱先来即个回想一下头拄讲到即几个字。一字的会有分一字甲2字的，无共款。一字有溪水的水，对，结霜的霜，露水的露，白色的白，水霜露白，因为的为，为着像即个因为或者因为，因为或者因为，其实应该是因为啦，毋管哪是为会较好念啦。自在的在，过来称谓的谓，在谓。称谓的谓就是称谓，所谓的迄个谓，称谓派出所的所，称谓所，无称谓的称啦，敢若谓尔无称吼，谓所，2字有一方一方甲一个兼加兼加，华语念是兼加，我知影兼加这2字大家较无熟悉啦，一方兼加，兼加即个兼兼字是一兼字古蒙啦，兼西裤的迄个兼字头顶搁发草，兼字头顶搁发草，即个兼草字头啦，就是兼字顶悬加草字头啦，那加字咧是即个彩霞晚霞即个霞字顶面的即个雨字提掉，雾字提掉，佮嘛是改囥草啊，嘛草字头对啊，这2字咧叫做兼加。兼甲加，你读兼加，兼甲加其实无完全相共，但是简单来讲，就是即个官网的统称啦。
安尼听有无？官网的官网知影，官网会迄个官网吼。那像旧历，咱讲1月到12月，吼对无？其中的11月吼，11月咧也号做甲月。甲月啦，其实应该用较文言的讲法是甲月啦，甲月就是官网会开的时阵，官网会要开的时阵啦。那其他的月份呢，我读过一遍，咱准拄煞都无个解说啦，吼，就长的吼。1月就是端月，吼，2月号做杏月，杏月，杏花迄个杏吼。3月人讲冬月、桃月。同月是叫桃月，桃啊花，这是旧历，这都是旧历的哦。桃花油桐，记哦，这是这个我过了算，这不是新历的月份吼。4月或者梅月，梅月，腊梅的梅，应该是梅啊啦，梅子的梅，梅啊会卖开花啊，梅花啦。咱一般咱讲梅花应该是无结籽的迄款，毋是正寒天款的，毋是咧。这是梅啊花，结水果结果子的即款的吼。那5月咧是晡月，晡毋知搭一个晡啦，其实本字叫做晡啦，晡月。5日节拢爱插即个菖蒲，迄个蒲菖蒲。迄个蒲字，敢若嘛毋是蒲公英迄个蒲，好无共。蒲公英蒲，对，港鸡，嘿，等下会使去查看卖蒲公英的蒲，那是，或者晡月菖蒲啦，晡月。6月咧是荷花盛开的荷月，7月咧有七娘妈生七脚节脚月，8月桂花长青芳的桂月，桂花节，桂月。即个9月中阳吼，中阳也可以啦吼，是菊月吼，对菊花。10月小阳春或者阳月，或者阳月，吼，就有当时咱知影讲即个时阵有当反热吼，奇怪，毋是特别寒天啊，那个热干呢吼，当秋天尾声个向反热吼，就阳月或者阳月。11月咱就讲着甲月。12月自然就是腊月，就是腊月也可以啦，因为伊古字其实念做腊啦，但是咱当然讲腊月较济啦，腊肉迄个腊。那其实古字念做腊，但是咱腊，我来讲腊，拢会使吼。合音，就是我答应咱讲腊肉讲久啊，我嘛就改袂过来吼。但是这两个发音拢互大家知影一个呢。咱讲转来咱家己的即个卖茶本身啊，吼，解开卖茶，也要送才有通为你解卖灯，对无？咱当这几字，互大家来了解一下嘛吼。到底这个字怪是啥原因？知。你是故事的主人啊！就请各位听友啊，要听候你天风神吼，望你破解玄机，找出千号往到哪里去。是哩，所以既然要听候啊，就互听友一寡时间，咱两个先休困一下，咱要搁倒来。你即马收听的是阿德来开讲 Podcast 声音节目台语话故事单元。伫即个单元，你会使听到台湾的民间故事、在地历史，也有特别的风俗民情、都市传说。我会用台湾的本土语言之一台语来陪伴你做伙熟悉咱家己，也会邀请甲台语创作有关系的创作者来开讲，介绍好的台语，甚至是其他本土语言的作品给你，希望你会介意。那安尼，咱就继续听落去。好，安尼咱就继续倒来。来咯。迄群进前咧，咱讲到即个基兰军最后一任的郡守，也要送，零部圣品、零部新兵，也要送，也要新买吼。
伊咧捌拄着一个应当是千好七日的查某一个查某囡仔，嘛留下一个马蹄啦，是一寡互囡仔即个掠破的即个册页，顶悬剩几个字，一字咧有即个水生路白位在位所，总共这8字，两字咧有一方甲减加。其实即个应该算讲是真简单甲对啦，因为咧，咱咧有听到一个查某囡仔声嘛，讲失去了才知重要，有讲到即句话，意思就是讲无伫内底就是咱要爱。所以咧必须要知影讲，这个字照理讲应该是会使造成一个什么固定的语词，或者是诗文这款物件。改编的吼，免咱甲造成一句看起来正常的用着是过去的这个语词还是诗文，你若倒起来找着伊老高的字，咱就知影是欠什么物件，就是伊答案嘛。这是较简单的题目。你若较早有一寡即个古诗有印象有印象就看到即个减加2字，你就会想这字真少看到，对无？但是咧，古早细汉时有诶人有学过，有诶人无，我毋知影啦。即个教材无一定共款。可能咧，真紧你就会想着讲，《诗经》内底古早迄个《诗经》内底有一首真有名歌戏内底嘛捌做过啦。开头就是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所以讲迄落提醒拢有啊啦。我是无去研究汉诗的读法啦。若讲读起来，甲当的汉诗读法无完全共，听友嘛使甲我讲啦。后一遍或者我会使过来念一解安尼。你若去比对马蹄，咱讲的这个字，你就发现讲头前的字数，甲咱当讲的这4句16字字数无共，老高的2字，也就是伊人。伊人何在？伊人就是迄个人的意思啦。对啦。当然，这首诗咧看起来也是一首情诗。头前这四句咧意思就是讲，水边这的官网一片白茫茫，露水也已经拢结成霜。我心中思念的迄个人。结成霜嘛讲迄个，咱若白字来讲霜啊。霜也是伊的文音就是霜啦我心中思念的迄个人，就说伫水的另一方同样也有表达即个思念的感情啦就是对应着种一个马蹄，马蹄种一个答案是啥？思念嘛，顶一集。所以咧，也就是思念伊人，对无？所以就是伫想一个人嘛。伫想伊。原来千好咧是伫咧思念伊意爱的人啦。但是不管咱即个人咧，若是甲伊共款岁啦，咱讲若共款岁来讲，1920年生，若活到现在，甲当。那要在世来讲嘛已经是103岁在世而且讲实在，这款机会嘛是无济啦。你讲活到100多岁人嘛无遐济。啦，即嘛是不哩济。但是咧看迄个战争的时代当阵是较无啦，若要现出是袂少这咱都毋知影，讲到底佫活着无啦？反正嘛过往反正佫活着，无人知影。咱无咱就先甲解出来，即个马蹄，即个答案就是伊人，即个回答讲互即个阿伯上听。拍断阿伯即个阿伯上的哭声了后咧，咱就开始解说啊。讲即个是安那字处这般这般安尼。这般也可以就是即个伫咧歌戏内底有台解说啊，就是布袋戏内底嘛，即个。情形头前我给因规大段，我当摆佫解说一解啊。请啊，就我要甲别人讲发生什么代志就字处这般怎么样，就解过去就好啊。解说了咧，哎呀，要上就讲。なるほど，原来如此啊！少年人就是安尼，规工伫遐想谈情说爱啊，说去，我就甲你讲，当时迄个查某囡仔往倒位去好啊。迄阵啊，我常常看到伊经过遮啦，拢是往即个赵应宫迄边去啦。迄时阵呢，照理讲是袂使讲去拜恁这古早的事。恁本岛人嘛算是阮即个天皇的子民啦。若毋是即个战事紧急，无遐济骹手通去甲恁处定是讲打讲这嘛无效啦。好啦，莫阁搞吵啦，我要继续来为天皇什么来伤心啊！天皇什么？
太好笑啊！你这站哦，看来伫遮是无其他的线索啊啦。既然安尼咧，咱就照着阿爷伯上讲的，往甲赵应宫来去咯。为设置纪念馆行路到赵应宫咧，只要7-8分钟啊，就到。差不多600公尺远啦，行路一下就到啊。那这个赵应宫或者宫，自然就是一间庙。细间庙啊，敢算庙吗？什么细间庙啊？赵应宫，赵应宫足大间的哦。伊赵应宫是拜什么神的庙咧？伊是拜妈祖。其实你若对台湾一寡较有名的这神明的来历有了解，定定敢若看到庙名，你就知影伫拜啥。举例来讲，你敢知影即个妈祖经过历代即个中国皇帝吼，一直加封，一直加封。伊最后的头衔，头衔头衔呐，就是伊头前这冠名是啥无？无研究咧，无研究吼，别紧我甲你讲，总共64字，或者护国庇民妙龄娇应，娇应讲娇应吼，丰人普济福佑群生生感含糊显神赞顺随俗应该随俗独护安然利温得谈海雾添坡宣连我袂晓念啊，宣回导流延庆景阳色指因州德普为祖保泰金武随宫加油天后总是听着天后2字啊，总共64字。无法哩啊！这拢是头前的冠名，头衔就是遮长就是讲伊的妹子若摕出来顶外写慢慢拢写出名，名片啦，摕出来。咱定定讲啥某某协会什么当署长啊，什么公司当署长啊，什么干事啦，什么无人这敢若伊这个头衔就64字啊。好厉害！其中大部分拢是这个清国时期册封的啦。头前因为嘛，大家历无法度，因为实在伤长啊，有的字佫是足少出现的字，有的我嘛是爱先查过，才知影念。应该真济嘛是听有拢捌听过啦。所以大家若有兴趣，使去查看觅啦。伊的全名伫咧网络顶悬其实找有啦那其中大部分其实拢是清国时期册封的，清帝国时期啦。特别若有啥物官员啦为登山到台湾，坐船登着风影，就祈求妈祖若平安完成任务，回到朝廷，就甲皇帝讲妈祖真灵圣，应该爱册封。到落尾就变成安尼啊，64字头衔的天后你若去看伊的字，伊的即个头衔就是愈新的放愈后壁。愈古早就愈头前安尼，头前咧还佫有较一般较简单的主要就是讲伊足灵性、足灵感比如讲护国庇民即款的拢算讲是较简单的啦。妙龄娇应咱讲娇应宫妙龄娇应即款拢是较普通、较素常、较简单的。那后壁就较实在啊，比如讲像即个什么。德谈啦、导流啦、景阳啦，意思拢是希望海面平静的意思。这几个字其实拢甲海洋有关系啦，讲海面爱平静平安安尼。后壁就开始练什么金武啦、随宫啦，随宫就是讲平定即个国家即治安的问题，国外即个国界疆界嘛，国家的疆界，连这嘛要求妈祖来斗相共，太厉害了！这已经为即个。学老讲妈祖真灵圣，到后壁讲国安问题，你嘛甲我斗相共一下，你都才有能力啊！即个要求愈来愈济安尼你都熬啊！其实嘛看会出讲时代的演变啦，尤其伫咧清帝国的时期，因安那看待神明甲信仰对神明即个介入的程度愈来愈悬安尼。讲倒来赵应宫妈祖庙本身啦，即间妈祖庙是伫咧嘉庆13年就起好啊！咱捌讲过。既然正式设官治理是伫咧嘉庆17年比这较早起啊这间庙历史比宜兰设置的历史佫较久，佫早，200多年啊。当初咧伊还佫无名当地人就是敢若讲妈祖经啦。大家注意一下我先讲是妈祖经，不是妈祖经妈祖经一般咱若无讲庙名的时阵。
宫这个字会读作白话音，叫做经。咱定讲经庙嘛。你若是比如讲妈祖经啦、观音经啦、有应公经，这意思就是讲，咱敢若讲这是一间宫庙，一个经庙嘛可以啦。咱无讲伊是啥物庙名，伊无号名是咱用白话来读。安尼等于就是讲较细经啦。嘛无一定有，但是咱当地人都无伫讲庙名嘛。你著去妈祖经遐呐，变成讲一个地方的感觉安尼。普通的感觉是讲啥物经啥物经较无遐尼大经啦。有诶是确实细经庙啊，无遐明显的庙名，逐个嘛叫啥物经。那有诶是咱在地亲戚久啊，自细汉到大汉拢去经妈祖庙拜拜咱就讲去咱就较袂去讲比如讲我是宜兰市的人来讲，我就袂讲我要去照应宫，咱可能就袂安尼讲，我讲我要去妈祖经，逐个知影一定是去迄经。逐个就知影讲，就代表是迄经，我免讲名就知影，就即个差别安尼，这是经的讲法。后来咧，嘉庆17年，就是感觉难听建成的建成啦，迄一年杨定礼来咯，又来咯，杨定礼阴魂不散又搁出现啦。连即间庙嘛，甲有关系，对，无错杨定礼迄当时咧造请调定，我讲13年，嘉庆13年，即间庙就有啊。到了17年，嘉庆17年过了4年后。即个感觉难听建成了后咧，伊就即个杨定礼造请调定来甲妈祖经扩大，变较大经，该起较大经啦。是皇上咧，就竖一块即个牌匾，叫做铁剑照应宫。照应宫的名就是安尼来，铁剑就是讲竖你起即间厝，是要求你起即间厝的意思，起就做即个代志的意思。起一较舒适，皇帝就允你啊，就对，应你啊，就是即个照应宫即个名，即个照应宫即个名就是安尼来的。但是咧，迄当时照应宫甲当的位置小可无共，伊咧是伫咧当庙仔对面，伊搬刷过位即边搬到对面，对面搬去对面安尼。到了道光14年，也就是1834年的时阵咧，反正是又搁要整修一个啦，是想要扩大啦，根据宜兰的即个文史研究者的即个讲法啦，相传迄时找来地理线呢，地理线就讲即个所在风水真好毋过人讲啦，好无十全，歹无加两无迄个什物百面赢的啦。即间庙若向东，不散济，正人食袂空；即间庙若向西，文丰盛，会出状元财。一个是轻松食清，一个是考价连登。地方人士安怎讲？那你安怎讲？这敢若爱用时间去思考呢。变啊，从咧迄时阵的人咧，做官才是心肝上大的愿望啦。所以宜兰城区发展早，较无烦恼食袂饱。但是咱也毋捌有人金本来提名，毋捌有人通做官，安尼就爱选做官咯。正人就讨论向西，决定啊。即声就出现一个真特殊的情景宜兰伫咧台湾的东部也是西部，东北部。东北部嘛算东部嘛，咱嘛算东部既然是东部你若伫宜兰徛起，向东看起是太平洋，对无？向西看起咧是即个雪山山脉，雪山。当照应宫妈祖庙要刷向西，毋着面山咯。面山刚好，大家拢知影。妈祖是海洋的神明，是顾着即个讨海人的神明顾海的神明。顾海啊，敢若灯塔共款。妈祖庙无论有起伫咧海边边无，一律拢是面向海的方向。全台湾咧独独宜兰照应宫是唯一一间面山的妈祖庙。变成全台湾唯一一间。安尼安尼真特殊了。是，其实照应宫有真侪即个真趣味的代志啦。内底包含讲内底有拜即个三大脑就是咱捌讲过，雪地纪念馆内底有采三大脑伊其实伊的即个神嘛，袂使话是神尊，伊的雕刻啦，即三尊的雕刻，伫咧即个照应宫内底会通拜，真正当作神明伫拜。你若伫雪地纪念馆是采伫互你参观的，无要拜。这雪地纪念馆的这三大脑都是模仿
照应宫内底迄3尊重新搁刻过哦，所以你看到是差不多啊型哦。我无确定讲这到底有做3代，弄会3大弄啦，但是我想应该是拢可以啦。拢会使拢真有较要紧啦，就是讲这3仙啊，3仙老公啊飘啦。好，以后的代志咧咱讲伤济啊，咧当人咧已经行到照应宫，或者咱讲故事的当中，讲介绍这个照应宫的当中，你伫咧正殿四界行看看，看有啥物线索无？看到正殿两边有2仙大神翁。大神翁你知影？那华语做神将有的所在讲法甲咱无共款宜兰遮会做大神翁。大神翁头前咧拢有暗道，拢有踩暗道。你行过去看卖一仙是红拍拍，腰大的所在有写照应宫顺风耳。咱知影讲妈祖身边2位上有名的护卫，千里眼。顺风耳，嘿，无错这2位，你搁经过另外一边，自然迄位青顺顺的，就是照应宫的千里眼，都叫顺风耳嘛。当你搁去看这仙大神翁的时阵呢，雄雄正手边，传来一声，看啥？哎呦，惊死人！伊一外头惊一条啊，眼前这个人，有一个人眼前这个人身悬甲一般人相共啦，无像这个刺牙3米外。但是咧，有影规分丝皮肤是青顺顺，这个毋免讲嘛，知影是倒一位啦，对无？是讲伊面膜虽然讲是青色的，目睭嘛比一般人有较大蕊一寡，较土白较大蕊一寡，但是都无像迄个大神翁安尼看起来生毛带角发了个外形咧，都看起来无遐歹啦。你还搁伫基本的事咧，伊煞先来开喙啊！角甲了个拢收开啊啦。本地本尊若要用一般人形出现，嘛是无问题。只是听讲最近有一出电影，内底迄主角看起来嘛拢青顺顺，票声真好啦。想讲我嘛青青啊，无的确后边第3出会找我去做。当时行嘛，就依持我这款正义飘记啊，迄无重要啦。你想啊？我是感应到你敢若甲犯人不同，才出来甲你看一个。你来遮要创啥？当你毋知影要安怎甲解说，进前看来这个千里眼，晓读心术你还搁伫想伊就知影你咧讲啥。真厉害！千里眼雄雄搁甲即个目睭结微微啊呢，就伫甲你银啦，看起来甲你个银啊呢，甲你讲甲你银啊，讲目睭结大大，银目睭会微微啊呢。无等你回答咧，回答了，你还袂讲嘛？伊就搁开喙啊！我袂会讲，你就咧讲。乘风爷派来啊！你要找迄个偌骚的女鬼？我是捌见过，无毋对啦。前一阵啊，伊阁有路过呢。迄时看伊怪怪咧，我就是等天眼神通看入伊的过往。原来大家我就是恁讲的大空袭进前10外工啊，伊捌来几啊逝，上尾一摆伊阁求到一张签诗，毋知是毋是对签诗内容无满意啦，安尼提扣，阁甲签诗边面写一寡字，我嘛分袂清楚伊写遐字是啥物意思。安尼啦，主人捌讲过。众生因果自有定，我是无方便甲你斗找迄个女鬼啦。不过你若解出伊写迄张签诗背后的字是啥物意思，我是会使小可指点你一个方向啦。这时阵呢，你的意识当中雄雄的浮现一个场景。应当是千里眼当时看到的迄个画面啦伊的是一张迄是一张签诗纸条的后壁面，顶悬环的一个有写介意饼顶几人鬼，这个倒手边写的一排字咧，应该是这个地址，也就是自跳银帽，不是白沙家走，神书五味辛酉戌亥。就是这几个字，可见的顶悬迄排稳当是天干啦。只是讲天干总共应该是介意饼顶无忌庚辛壬癸，这个是念癸啦，癸较歹念但是敢若减了这个无庚辛这3个字啦
那顶悬的环的迄排甲倒手边直的迄排中就留出空间啊嘛。伊敢若是甲这直的甲环的字吼，当做是假的标记共款嘛。你讲字也是对字嘛，敢若假的标记安尼。啊，伫这内底吼，甲一段话写伫内底安尼。啊，这个长句排列的方式，就爱请你用看的，才会较了解啦。哈，因为咱这就爱看图才会清楚啊。这张签诗咧，我甲伊放伫即个网络平台甲封面图内底。你若是手头当有用，会使甲手机摕起来看卖。伊顶悬的字是安尼写吼，伊写讲文字处命难逢。我只是想要守护你的心意，虽然慈悲的妈祖也无指示。明明甲你约束过。如今苍白手啊，袂掉咱的誓言，只留下每一声对不住，就简单尼尔。下骹上下骹的所在，有4个即个较大的字，看起来是2字一组。正手边咧写癸卯、癸卯、癸卯，倒手边咧写乙酉和乙酉。赶快，这就是天干地支。这4字的下骹还有细细字啊，写几句话，意思是讲解释啊，解水啦，合唱连环，左右意思，一字真言解千条万绪。我就简单讲尔，毋知什么意思。这签诗背后的字咧，到底是什么意思？其中有个什么这个玄机？所以来这礼拜就要教互咱的听友，就是你来排解咯。后一回故事应当是后礼拜啊啦，因为后礼拜是一个访问，那大家赶快来认真去听，这个访问我嘛是真介意，真趣味安尼。好，那安尼咱就要来放片尾啊，赶快是咱的 Patrick 提供的这个音档还未结束，伊提供咱真侪真趣味的这个配音安尼。真感谢伊。是哈。毋知影大家对这个内容有啥物款的想法呢？这一阵吼，你听了若是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r.Box、Firstory 留话互我，或者你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Spotify， 还是 Mr. Box， 嘛希望你上留下5粒星的分数，互阮一寡鼓励甲支持哦。另外，伫 Facebook、Instagram 查找亚特聊聊天，也是看到更加侪节目内容的补充哦。若该出媒体的人咧，你会使去 Facebook 留话啦，甲我讲你改出来啊。当然无需要去甲大家讲啦，你就讲你改出来就好啊，无大家拢学你诶，或者互大家一寡提示啦，这是不要紧。咱今日就到这咯。感谢恁的收听，拜拜，谢谢，拜拜。